我係 Katie，係一個帆船嘅愛好者，同時亦都係一個癌症康復者。2013年，我確診咗淋巴癌2期。一開始咧，我係唔信啦，第二日先夠膽同屋企人講呢件事。遇上癌症嗰1年，我成個生活突然之間停咗，人生咧就係咁意想不到噶啦。所以我決定把握時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。咁之後我遇到機會就去咗學帆船。喺學習帆船嘅過程入面，其中一個得着就係學到原來我哋改變唔到啲風，咪學下改變個帆去前進。做人都係一樣，改變唔到個事實，咪改變心態，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。特別係對於癌症患者啦，大家咧都唔知我哋嘅生命有幾多個時間。咁於是我就諗，不如搞個帆船嘅體驗日俾癌症康復者啦，同埋一啲晚期嘅癌症患者，仲有咧一直陪伴佢哋嘅照顧者，大家去分享呢個咁開心嘅帆船體驗。咁今年咧已經係第4年喺香港遊艇會搞呢類型嘅活動。咁我希望透過呢個活動，可以鼓勵癌症嘅康復者咧，可以嘗試更多嘅運動，活出精彩嘅第2人生。我喺活動參加者身上都學到，當人生遇上唔如意嘅事情，點樣去面對，繼續擁抱生命，好好生活。